他一踏進槍店就立刻遭到嘲笑。嘿，女士，咖啡店在街對面，一名店員對着那個穿着褪色風衣、鞋子磨舊的女人冷笑道。另一位顧客補了一句：帆布包，一臉懵懂，肯定以為這是家復古精品店。瑞秋沒有回應，他只是輕輕敲了敲玻璃櫃台。給我看看 MRA 幽靈版未發佈的那款。話音落下後，沒人再說得出話，因為那支步槍從未在幽靈毒蛇小隊之外出售過。槍店裏喧鬧而自負，是那種雄性荷爾蒙比槍油味還濃的地方。後院正進行着實彈射擊演示，人群裏大多是男人，也有幾個女人試圖壓過他們，誇口像擲飛鏢一樣四處拋灑。瑞秋穿過門口，他深棕色的頭髮散落着，拂過那件褪色的綠色風衣的肩部。他的牛仔褲起了褶，運動鞋的鞋頭剝落，灰色帆布背包看起來經歷過更好的日子。他不屬於這裏，至少他們這麼認為。店員查德，一個瘦削、留着山羊鬍、帶着仿佛雜麼都見過的得意壞笑的家伙，俯身靠在櫃台上。迷路了吧，甜心？瑜伽課在隔壁。這地方賣的是重金屬。一個戴着反帶棒球帽、雙臂交叉，仿佛這地方是他家的男人，吹了聲尖銳的口哨。帆布包、破鞋，還以為這是家舊貨店呢。人群竊笑起來，紛紛轉頭想更仔細地看他。一個紮着緊緊馬尾、揮舞着一把假手槍，像拎着設計師包的女人，帶着憐憫的笑搖了搖頭。你闖進男人的競技場了，甜心。瑞秋沒有退縮，他棕色的眼睛緩慢而穩定地掃視着房間，然後鎖定了追擊步槍區。他朝那邊走去，腳步安靜卻篤定，像是在走一條只有他看得見的鋼絲。一個灰梧的男人穿着皮背心，手臂上紋着骷髏和火焰，在他伸手到步槍舉前時擋在了他面前，像島一樣暫定，聲音大到能蓋過演示的槍聲。喂，小姑娘，你擋着真正顧客的視線了。他指了指他的背包，嘴角譏諷地翹起，裏面裝的雜麼？織毛衣的東西嗎？人群爆笑起來，有人拍手，像在看表演。瑞秋停下了，手還放在背帶上，抬頭看着他。他的表情沒有變化，但他的目光比他預期多停留了一瞬。他繞過他，一言不發，運動鞋輕輕掠過地面，輕得仿佛他並不存在。那男人的笑聲頓了一下，朋友們推他繼續，可他只是聳聳肩，刀郎着，隨便吧。他算雜麼？瑞秋的手指掠過玻璃舉，房間裏的氣氛像無聲逼近的暴風雲一樣發生了變化。嘲笑聲跟着他，尖刻而刺耳。查德拖着腳步跟在後面，運動鞋在拋光地面上吱吱作響。你不會真以為自己要買一把巴雷特50吧？那玩意兒比你全身行頭都貴。反戴棒球帽的男人此刻已在裝滿閃亮手槍的展示櫃上喊道：打倒他只是來自拍的，德龍點 Instagram 點讚，對吧？拿着假手槍的女人笑得更大聲，仰頭像是參與了某個私密玩笑。瑞秋沒有回頭，他站在玻璃舉前，手指掠過背包的帶子。舉中的步槍滿是威脅與精準，槍管在刺眼的熒光燈下反射着光。他沒有俯身，也沒有像遊客一樣瞪眼張望，他只是站在那裡，姿態挺直卻不僵硬，仿佛這樣的房間他已經來過上百次。人群的笑聲開始稀薄，不是因為尊重他，而是他的冷靜開始顯得不對勁，像是他沒有按他們的規則來。在繼續之前，先暫停一下。如果瑞秋安靜的力量觸動了你，如果你也曾在開口之前就被評判過，幫我一個忙。
拿出手機，點個讚，在下面留個評論，再訂閱頻道。像他這樣的故事很重要，他們屬於所有被低估、被忽視、被嘲笑的人。讓我們一起繼續講下去。好，回到槍店，一個穿着剪裁合體西裝外套、指甲塗着亮紅色的女人從人群中走出來，聲音滴着虛假的甜膩。我，親愛的，你不用在這裏假裝。我們都知道你只是隨便看看。他歪着頭，笑容鋒利如刀，舉起手機迅速拍下瑞秋褪色的風衣。這個放到我的動態裏會很可愛。槍店裏的迷路顧客人群低笑起來，手機紛紛逃出，閃光燈此起彼伏。瑞秋的手在背包帶上停住，手指收緊了一點點，表明他注意到了。他沒有轉身，沒有回嘴，而是調整了站姿，肩膀微微挺直，目光仍然停留在步槍上。女人的笑容動搖了，隨着瑞秋的沉默拉長，她的手機慢慢放下，空氣變得更沉重。人群的笑聲漸漸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不安的蟋蟀聲，像是他們期待某種反應，卻不知道在沒有反應時該怎麼辦。查德沒有收手，他用筆敲着櫃台，聲音滿是諷刺。所以你想要什麼，女士？買個閃亮的東西去炫耀你的朋友。瑞秋的目光掠向他，又回到步槍上。他的聲音很輕，幾乎被房間裏的噪音吞沒。給我看看定製的 Emoria 幽靈版，未發佈的那款。這句話像掉落的玻璃，擊碎了房間的節奏。查德的壞笑僵在了半空。反戴棒球帽的男人被能量飲料嗆住，咳嗽着捂住拳頭。拿着假手槍的女人放下了他，眉毛像被打了一巴掌似的猛地揚起。角落裏一個年長的男人，外套打着補丁，臉上刻着多年戶外風霜的紋路，後退了一步。什麼？那款只有黑色行動人員才知道。查德結結巴巴地說，聲音裂了一下，顯出他的慌亂。老槍手開口了，聲音粗而緩慢。8年前我在東區見過一支那樣的，永遠忘不了。瑞秋沒有眨眼，他又敲了敲玻璃，手指輕卻篤定，像是在敲一扇他知道會開的門。那麼是還是不是？經理從後面走了出來，一個結實、剃着平頭、常年皺着眉的家伙。他銳利地看了查德一眼，隨即不發一語地打開了櫃台後的保險庫，取出一支步槍，把光黑色，線條利落，瞄準鏡看起來仿佛能切開武器。屋裏沒有人見過他被陳列出來，甚至沒有人在機密圈子之外聽說過他。經理把步槍放到櫃台上時，一個瘦削的少年擠過人群，剃着短髮，嘴邊掛着電子煙。不可能吧？他連那是什麼都不知道。他聲音又大又衝，在朋友們的點頭起哄下更來勁。他指着瑞秋的運動鞋，鞋底幾乎磨穿。看看那鞋，我敢打賭他連那玩意兒的清潔套件都買不起。他的朋友們嚎叫起來，有人拍着他的背，像是他贏了一場辯論。瑞秋的雙手停在櫃台上，手指掠過步槍盒的邊緣。他微微歪了歪頭，剛好對上少年的目光，嘴角勾起一絲幾不可察的笑，不溫不冷，只是存在。少年的笑聲卡在喉嚨裡，電子煙停在半空，被他的目光盯住。他一句話也沒說，但房間仿佛變小了，空氣更緊，像是他剛剛佔據了他自以為擁有的所有空間。人群開始挪動，有人伸長脖子，有人後退一步，像是感覺到了麻煩。查德試圖一笑了之，但笑得勉強，在落下的寂靜中顯得過於響亮。好吧，
行。你知道一把花哨槍的名字，但你連拿得動嗎？它重10多公斤，他交叉起手臂，等着他在重量下崩潰。反帶棒球帽的男人此時拿着一支自己的步槍，像扔橄欖球一樣朝瑞秋拋過去。小心點，別把手腕折了。他單手接住了他，動作順滑得像是排練過。步槍沒有晃動，沒有下沉，他穩穩地握着，手臂有力卻不緊繃，仿佛重量只是個念頭。房間裏安靜下來，那種能聽見自己脈搏的安靜。查德的笑聲卡在了喉嚨裏。那個戴着反帶棒球帽的男人張了張嘴，又合上了，虛張聲勢瞬間崩塌。瑞秋把步槍放在櫃台上，動作精準，幾乎帶着一絲溫柔。來呀，把它拆開，查德說着，努力讓自己聽起來重新強硬起來。我打倒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弄。瑞秋的手指動了起來，像是在遵循一份只有他能讀懂的腳本。8秒之後，步槍已經被拆成了零件，銷釘、螺絲、槍管全部按完美的順序擺放着，像在一口氣裏解開的拼圖。一個穿着不挺 polo 衫、頭髮用髮膠打理得一絲不羈的男人俯身靠近櫃台，聲音圓滑卻帶着居高臨下的意味。挺厲害的小把戲，他說着，慢慢鼓掌，每一下都清脆而刻意。不過說實話吧，你大概是昨晚看了 YouTube 教程，對嗎？他轉向人群眨了眨眼，大家笑了起來，仿佛鬆了一口氣，終於有人打破了緊張。瑞秋沒有看他，他把一顆螺絲挖回原位，手指穩如磐石，用手腕輕輕一甩做了調整，動作精確得幾乎像外科手術。那男人的鼓掌聲慢了下來，笑容開始滑落，而他繼續重組步槍，連看他一眼都沒有。人群的笑聲漸漸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不確定的低語，仿佛他們開始意識到他的專注還能做出更多事情。瑞秋的沉默不只是回應，他是一道，而他們全都站在錯誤的一側。拿着假手槍的女人低聲對身旁的男人說：到底怎麼人會這樣？他的聲音依舊尖刻，卻帶着一絲顫抖，像是他開始懷疑自己的自信。瑞秋沒有抬頭，他繼續重裝步槍，雙手依舊保持着同樣的冷靜與精準。但接着他停了下來，從背包裏取出一枚回形針，輕輕按在機盒上，迷起眼睛仔細觀察。人群困惑地湊近，低語聲漸起。這個槍機重了 0.3 毫米，他說，聲音柔和，卻足以切開嘈雜，在零下環境中會偏離目標。角落裏的僱傭兵，一個手背上橫着一道疤痕，面容粗的男人，低聲的咕道：他媽怎麼會知道這個？他的聲音很低，幾乎像是在自言自語，卻依然傳了出來。瑞秋看了他一眼，表情空白，目光卻鋒利，因為我用它在7級風中從酸拉風頂命中過移動目標。這句話像手雷一樣落下，沉重而決絕。沒有人笑，沒有人動。經理的下巴繃緊了，像是開始看見某些他寧願沒看見的東西。一個留着利落短波波頭，戴着石耳環，一直在一旁旁觀的女人走上前來，聲音如鞭子般抽破寂靜。好吧，你是有點本事。他語氣尖銳而懷疑，但別太得意了，這裏是槍店，不是馬戲團。他朝瑞秋的背包努了努嘴，嘴角譏諷地翹起。接下來是怎麼？從你面逃隻兔子出來嗎？人群裏響起幾聲竊笑，有人點頭，仿佛他剛剛贏了一分。瑞秋拉上背包拉鏈，清脆的聲音在安靜的房間裏格外刺耳，然後把背包甩到肩上。他沒有回應，但手指在拉鏈上停留了一瞬，
描摹着那塊磨舊的布料，仿佛那裡藏着記憶。剎那間，他的目光掠過背包上的一小塊補丁，一個幾乎看不清，形似毒蛇頭的褪色徽記。那女人的得意笑容一滯，目光捕捉到了那塊補丁，但她很快甩開念頭，轉向人群尋求支持。瑞秋的沉默並不喧嘩，卻沉重得像一層壓力罩住整個房間，讓所有人都感到自己比願意承認的更渺小。僱傭兵走近了一步，靴子在地板上發出沉重的聲響。孫拉，他說，那是10年前的事了。他的聲音粗啞，卻帶着別的東西，或許是尊敬，又或許是恐懼。瑞秋沒有回答，他完成了最後的組裝，每一塊零件都伴隨着輕柔的咔嗒聲滑回原位。反戴棒球帽的男人試圖打破緊張，神經質地笑了笑。好吧，你知道點冷知識，不代表你會射擊。經理察覺到機會，指了指室外靶場。那就讓我們看看吧。那邊有一枚硬幣，150米，從來沒人打中過。人群分開，瑞秋拿起步槍走到外面，運動鞋在碎石上擦出聲響。靶場是一片長長的土地區域，空氣中彌漫着火藥和塵土的刺鼻氣味。一枚硬幣用細繩吊着，在午後的陽光下閃閃發光。反戴棒球帽的男人喊道：要是他打中了，我就用舌頭把這地方拖乾淨。人群笑了，但笑聲已經稀薄而猶疑，仿佛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判斷錯了他。瑞秋走向射擊位時，一個穿着迷彩夾克、臉被太陽或威士忌曬得通紅的男人從人群中喊道：嘿，小姑娘，別被那槍絆倒了，他比你還大。他的同伴們哄笑起來，有人拍着他的膝蓋，像是聽到了全天最好笑的笑話。瑞秋沒有放慢腳步，他把步槍換到另一隻手，動作流暢得像是拿着一本書而不是武器。那男人的笑聲漸漸消失，他走到射擊線時，他的同伴推他繼續，可他只是揮了揮手，眼睛迷了起來。瑞秋放下背包，碎石在下面夾，吱作響，調整了對步槍的握持。人群的交談聲消失了，所有目光都鎖在他身上，等着他失敗。但他站立的方式，雙腳穩固，肩膀放鬆，讓空氣變得緊繃，像閃電落下前的瞬間。瑞秋走到射擊線前，步槍輕輕托在手中。他沒有調整，沒有試擺瞄準鏡，他只瞄準了2秒，然後扣動扳機。槍聲清脆而乾淨地撕裂空氣，硬幣被一分為2，碎片旋轉着落地。人群陷入寂靜，那種仿佛世界屏住呼吸的寂靜。查德張着嘴，記事板被他忘在了手裏。拿着假手槍的女人把他吊在櫃台上，雙手發抖。僱傭兵死死盯着瑞秋，握着自己步槍的手指因用力而發白。瑞秋沒有笑，沒有得意，他只是走回櫃台，把步槍放回原處，角度分毫不差，像是沒有留下任何屬於他的痕跡。一個穿着亮粉色連帽衫的年輕女人已經舉起手機準備錄像，擠到前面，聲音尖利而嘲諷：好吧，那一下挺可愛的，但再來一次看看。他舉着手機像是在挑戰，一槍說明不了什麼，可能只是運氣。人群低聲附和，有人點頭，渴望看到瑞秋失手。瑞秋沒有看他，他伸手進背包，取出一塊小小的舊布，慢慢地、刻意地擦着雙手，仿佛是在釋去他們言語的重量。那塊布上有一抹淡淡的、不規則的深色痕跡，像是永遠洗不掉的血跡。年輕女人的手機微微垂下，自信開始動搖。瑞秋把布搭好收起，人群的低語漸漸平息，
目光在瑞秋和步槍之間游移，仿佛第一次真正看見他。槍匠，一個戴着厚眼鏡、雙手因多年油污和金屬而染色的老人，一直沉默到現在，終於走上前來，目光緊盯着瑞秋放下步槍的雙手。有人曾經那樣調教過一支步槍，他幾乎用耳語說道：在幽靈毒蛇前哨站，同樣的握持，同樣的細緻。他迷起眼，看着他的手，注意到他指關節上有一道淡淡的箭頭形狀的疤痕。整個房間僵住了，僱傭兵的聲音打破了寂靜，低沉而顫抖。他是幽靈17號。瑞秋的目光與他相遇，平靜而穩定，仿佛看穿了他。我來這裏只是為了平靜，他輕聲說道。但如果需要，我依然能在400米外精準射擊。這些話不是威脅，只是事實，卻像刀鋒一樣落下，鋒利而冰冷。反戴棒球帽的男人後退了一步，能量飲料從手中滑落，潑灑在地板上。拿着假手槍的女人移開了視線，臉漲得通紅，自信蕩然無存。瑞秋站在那裏時，一個穿着利落黑色夾克、手錶在燈光下閃耀的男人湊向經理，壓低聲音，卻大到足以讓人群聽見：你真讓他碰那支槍？他看起來連子彈都買不起。他笑了一聲，整理着袖扣，語氣像是習慣了被人聽從。瑞秋的手在半空中停住，手指懸在瞄準鏡上。他微微歪頭，與他對視了一瞬，然後用一次精準的旋轉調整了瞄準鏡刻度。那聲輕微的咔嗒在寂靜中回蕩，像一扇門被徹底鎖上。那男人的笑聲戛然而止，就夠忽然變得過緊。人群不安地挪動着，目光游移到經理身上。他看起來恨不得融進地板裏消失。瑞秋的調整不只是一個動作，而是一種宣言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。查德急於重新奪回一點權威，拿着寫字板走上前來，聲音比必要的還要大。等等，你不能就這麼，你的證件呢？沒有登記，你不能試射。瑞秋伸手進背包，拿出一張磨損嚴重、幾乎空白的卡片，沒有照片，沒有名字，只有一個褪色的徽記和一串刻在塑料上的數字。查德嗤笑一聲，把卡舉起來給人群看。這是什麼？借書證嗎？經理剃着平頭，在燈光下發亮，抬高聲音說道：沒有文件就不能接觸高等級武器。人群低聲議論，有人點頭，有人神情不安，像是已經不確定該站在哪一邊。瑞秋把卡片塞回包裏，動作緩慢而克制，仿佛在給他們最後一次重新思考自己言辭的機會。他沒有爭辯，也沒有解釋，只是拉上背包拉鏈，開始朝門口走去。運動鞋在拋光地面上悄無聲息，頭抬得很高，卻拼不該傲。一個聽着啤酒肚、戴着褪色軍帽的中年男人走上前來，聲音帶着虛張聲勢的洪亮：嘿，別急着走！你以為自己是什麼大人物嗎？他紅着臉指着他的背包：我敢打賭裏面除了廉價化妝品和白日夢什麼都沒有。人群笑了起來。但這次笑聲帶着緊張，像是在等靴子落地。瑞秋停下手，握着門把，轉過身來，剛好夠看他一眼。他的眼神平靜，卻沉重得像能看穿他犯過的每一個錯誤。他重開門把，調整了一下背包，拉開一點，從裏面取出一個不比香煙盒大的金屬小盒，放在櫃台上。金屬敲擊玻璃的聲音在寂靜中格外清晰。那男人的臉色垮了下來，手指垂落，盯着那個盒子，上面刻着一個淡淡而陌生的符號。人群的笑聲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緊繃的靜默，仿佛所有人都知道有什麼要發生，
卻又不知道是雜麼。他還沒走到門口，門就被推開了。一個穿着黑色西裝、戴着深色墨鏡的男人走了進來。他的存在讓房間裏的空氣像風暴逼近一樣發生了變化。他個子很高，面無表情，動作精準，仿佛受過訓練，知道該佔據恰到好處的空間。他掃視了一眼人群，墨鏡後的目光無人能見，然後徑直走到瑞秋面前，俯身低聲說道：確認代碼870。你的下一次任務今晚開始。接着他做了一個讓整個房間凝固的動作，他低下頭，把手放在胸前。這個細微的手勢，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意味着什麼，但槍匠知道，僱傭兵也知道，那是幽靈毒蛇的敬禮，只為那些在檔案裏不存在的傳奇而保留。查德手中的寫字板掉在地上，碰撞聲在寂靜中回盪。反戴棒球帽的男人手裏的能量飲料掉落在地，罐子滾進了展示舉底下。拿着假手槍的女人緊緊貼在櫃台上，眼睛睜得老大，雙手死死抓着手包，仿佛那能保護她。瑞秋轉向人群，聲音一如既往地平靜。60分鐘過得挺快的，不是嗎？當瑞秋和那個黑西裝男人一起走向門口時，一個穿着皮夾克、頭髮染成鮮紅色的女人喊了出來，聲音尖利，帶着挽回顏面的絕望。你以為自己是什麼秘密特工嗎？這又不是電影。他笑了，但很勉強，雙手不安地擺弄着一個子彈形狀的鑰匙扣。瑞秋在門框上停下手，回頭看了他一眼，只是一瞬。他伸進兜裏，拿出一枚彈殼，放在櫃台上，擺在金屬盒旁邊。那彈殼很舊，表面布滿劃痕，卻被拋光得發亮，像是隨身攜帶了很多年。那女人的笑聲停住了，鑰匙扣從手中滑落，啷一聲掉在地上。人群的目光死死盯着那枚彈殼，它的存在比任何叫喊都沉重，仿佛承載着一個無人敢問的故事。他走出去時，房間依舊寂靜，黑西裝男人像影子一樣跟在他身後。人群沒有動，也沒有說話，只是站在那裏盯着門口，仿佛那能解釋他們剛剛看到的一切。查德撿起寫字板時雙手發抖，得意的笑容消失了，自信被徹底擊碎。經理低聲叨囔着什麼，臉色蒼白，像是在反覆回放自己對他說過的每一句話。槍匠回到工作台前，低着頭，雙手動作比平時慢了許多，仿佛害怕發出聲響。僱傭兵悄無聲息地離開了，步槍仍握在手中，目光死死盯着地面，像是想忘掉剛剛目睹的一切。拿着假手槍的女人找起手包，一言不發地離開了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得飛快，像是恨不得立刻逃離那裏。外面，碎石在瑞秋的運動鞋下加之作響，他走向停在停車場邊緣的一輛黑色嘅 SUV。他沒有回頭，也沒有停下來回味這一刻，只是打開車門滑了進去，背包放在腿上，仿佛他就是他身體的一部分。黑西裝男人坐進他身旁，車子安靜而平穩地駛離，消失在暮色中。回到店裏，後果開始顯現，悄無聲息，卻像潮水一樣不可阻擋。那天晚些時候，查德接到了店主的電話，他因不尊重一名機密行動人員而被立即解雇。電話很短，店主的聲音冰冷，查德沒有爭辯，只是收拾東西低着頭離開。他的山羊胡不再是自信的象徵。反戴棒球帽的男人下場也好不到哪裏去，他把全過程錄了下來，原以為能讓自己在網上顯得很酷，當晚就上傳了視頻，還配了個嘲諷舊貨店女孩的標題。
第二天早上，視頻爆紅了，卻不是他期望的那種方式。評論區的人把他罵得體無完膚，指責他的殘忍和無知。他的贊助商，一個大牌裝備品牌，看到反彈後中午就與他解約，聲明簡短而殘酷，行為不當。他的私信被罵聲淹沒，粉絲數暴跌。他刪掉了視頻，但已經太晚了，互聯網不會遺忘。拿着假手槍的女人在下一次名流早午餐上試圖一笑置之，把這件事當成趣聞重講。但他那些平時愛笑的朋友卻沉默了，他們早就在群聊和轉發裡看過那個視頻。他們沒說什麼，但邀請不再出現。他沒被邀請參加下一場活動，也沒被邀請參加之後的任何一場。他那個建立在地位和表象之上的圈子，不想和一個嘲笑過傳奇的人扯上關係。接下來的一周，他不斷刷新自己的動態，期待一條消息、一句道歉，怎麼都好，但怎麼也沒有。那個提到過東區的老槍手，當晚坐在酒吧昏暗的角落裡，慢慢喝着啤酒。他話不多，偶爾開口，也是對着酒保，聲音低沉粗糙。我曾經見過一個像他那樣的女人，他盯着杯子說道，那是我還在前線的時候。你不會忘記一個能打出那樣一槍的人。他沒有說他的名字，也不需要。酒保點了點頭，雖然不懂，卻感受到了故事的分量。老槍手喝完酒，穿着那件補丁外套離開，融入夜色。店裡的槍匠接下來一周悄悄重新校準了所有庫存的 MRAI， 檢查瑞秋指出的那 0.3 毫米偏差。他在3支步槍上都發現了問題，正如他所說。他沒有告訴任何人，也沒有聲張，只是收好了他們，雙手穩健，腦海裡卻不斷回放他的握詞，他的疤痕。他把步槍當成身體延伸的方式。他在這家店幹了20年，見過各種射手，卻從沒見過他這樣的。他把那張被查得嘲笑過的卡片收在抽屜裡，不是當戰利品，而是當提醒。第二天早上，經理迎來了一位政府聯絡員的拜訪，沒有交談，只有一個點頭和遞過來的一份文件。聯絡員在經理來得及提問之前就離開了。經理沒有打開那份文件，也不需要，他知道那是關於他的，關於自己在店裡允許發生的事。他一整天都待在辦公室裡，門緊閉，電話砸下。那之後，店裡的感覺變了，更安靜了，像是空氣被抽走了一樣。顧客依舊進進出出，但那種喧鬧消失了。所有人都知道有什麼已經改變了，即便他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一周後，一個低調的傳聞開始在老顧客中流傳。有人翻到了一篇埋藏在互聯網某個角落的老軍事論壇帖子，提到一名幽靈。